哇，好生猛啊！原來開業節之後，先至係嚟海陵島嘅巔峰時刻。肥美嘅海鮮，新晉網紅打卡點，獨特漁家文化，音樂狂歡，一條片帶你玩轉海陵島，快啲 mark 低啦！先講住宿，十里銀灘成條海岸線都好多酒店任你選擇。預算鬆嘅話，強烈推薦住喺大角灣或者北落灣附近嘅海景房，望住個海瞓醒，呢種感覺真係正啊！早上可以沿路打卡北落灣生態公園、浪漫嘅魚藝泳池，再去天目山海度假區攬盡無敵大海景，又或者去攞走公園海濱散步，隨便一個位影出嚟嘅都係大片，氛圍感直接拉滿啊！日頭玩到攰，點少得食翻餐三晚海鮮啊！你睇下呢隻麵包蟹隻腳幾肥，開完節之後嘅海鮮又肥又生猛，即撈即煮，鮮甜到冇朋友，再配翻一碗鵝乸飯，正啊！放煙花、音樂派對，日落之後嘅海陵島先正式開 show。除咗嶺景道放豪分，呢度嘅文化底蘊一樣深厚。如果一家大細過嚟，可以去一下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同埋漁家文化展覽館，可以沉浸式了解海陵島豐富嘅海鮮文化，見證大文以艇為家到洗腳上岸嘅動人故事，同獨特嘅民族非遺，搞晒意義。從舌尖上嘅鮮味玩到雲端上嘅美景，由歷史探索到星空狂歡，開完節之後嘅海陵島更加多嘅驚喜等住你親自解鎖。快啲 plan 定行程，我哋海陵島見啦，拜拜。